38岁天后 Jolin 蔡依林出道19年来私下非常低调，鲜少让家人公开亮相。除了较常见的蔡妈妈及偶尔会出现在时尚场合的姐姐蔡明文之外，其余家人较少出现。昨天30日，蔡依林难得在 IG 上曝光爸爸的照片，还透露父亲和3位正妹约会，引发关注。Jolin 昨天在脸书晒出多张和父亲的自拍照，除了他以外，还有姐姐蔡明文及小侄女高颜值的3位正妹引发关注。蔡依林表示，蔡爹的与女孩们的约会依旧逃不了自拍以及美颜哈哈哈。蔡明文也在 IG 再发出家人合照。他透露，蔡爸自豪地说：“我跟你们讲，我健步如飞，走路脸不红气不喘，楼梯爬10楼以上更是简单如飞毛腿，每日健身计划很规律。”蔡明文表示，没有任何事比得过父母亲亲口告诉你我很，他也大赞爸爸真的气色超好。